點解你許願從來都唔靈？可能你冇將呢個擺啱位。如果你只係隨便擺，係唔尊重嘅。喺傳統裏面有4個注意事項，今日呢條片全部交晒俾你。第一，千祈唔好向樓梯啊、向廁所啊，更加之麻煩；向廚房啊嗰啲更麻煩。一定要向窗。第二，唔好擺太低，因為佢都係高高在上啊嘛。咁舊時廣州嗰啲古建咧，仲有神樓嘅。我記得舊時去西關嘅時候探我嗰個姑媽嘅時候咧，我姑媽要爬上個梯樹去裝香嘅。但通常啊嚟一方面，差唔多到肚臍咁上下高度嗰張台啊咁就得。第三，背後要有靠，最好坐實啦嘛，即係靠實牆，唔可以背靠窗、玻璃、過道或廁所。第四，同祖先牌位擺埋一齊，一定要小心。譬如我安咗響中間，祖先就擺響右手邊，像呢度佢嘅右手邊呢邊，你又唔好擺響左手邊，左手為大，以咁像嘅坐姿嚟計下。